大家好，咁今日呢，我哋就同大家做一個能量檢測。咁而家呢，台面上邊有3張牌，咁大家呢可以憑直覺呢用圖畫去諗下邊一個比較適合你啦。咁呢唔好用太多時間啦。咁你如果被揀到嘅話呢，可以先合埋雙眼，然之後深呼吸3次，然後張開雙眼。當你見到邊一張卡就係邊一張卡，就係你嘅應該要選擇嘅卡啦。首先第一組卡，咁呢一個呢係見到有一個嘅螺啦，咁其實呢，佢就入邊呢就係話細細聲同你講，唔知你仲記唔記得你嘅夢呢？咁呢一個呢夢呢係同你講，其實係你自己嘅內在嘅智慧。咁呢，就算你係記得以往嘅事，你都需要係展望未來嘅意思。咁呢，另外我就抽咗2張卡。咁第一張卡呢，就係講緊呢音樂。音樂呢，就係創造本質嚟嘅，係一個創意嘅流動。咁你呢，係被邀請呢成為自己生命嘅藝術家，咁係俾更高嘅創造力去合作。咁而且呢，係非依賴性嘅，係一個，如果你哋有聽過小我同高我，就係話俾你聽，係一個同高我合作嘅意思，去展望未來，係一個非常之有創造力，去透過你去流動呢一件事嘅，成為宇宙嘅和諧嘅一部分。咁內在智慧嘅啟示呢，佢就係想講俾你聽，置身於自己嘅生命嘅音樂之中去體驗同埋去觀察，而且你係需要去創造嘅意思。咁而隔籬嗰張卡呢，佢呢就係講緊一個守護同埋保護同埋支持咁嘅意思。呢一個咁係一個無條件嘅愛嘅守護咁嘅意思。其實2張卡都係非常之共通嘅，有共時性嘅意思。咁呢，佢哋呢其實都係時刻保護住你，同埋喺情緒困擾嘅時間呢都充當你嘅緩衝，咁提供你一個有安慰嘅感覺。呢張卡亦都係鼓勵你呢去相信自己生命嘅旅途入邊呢唔係孤單嘅，只要你向別人提出要幫助嘅時候呢，就會有人幫助你噶啦。咁呢一個組合嘅意思呢，就係話俾你聽呢，當能量出現嘅時候呢，就意味住呢，你係受到保護嘅。每一樣嘢，當你覺得有情緒嘅時候，你都其實係受到保護嘅。只要你可以放下，唔使執着嘅時候，咁你去聆聽自己嘅靈感，咁你就會可以得到一個神聖嘅智慧同埋一個慈愛嘅保護噶啦。咁呢個能量呢係守護住你嘅，咁就係咁樣啦。首先好啦，去到呢選擇咗第2張卡嘅朋友呢，咁佢其實呢就係講俾你聽呢，係由蠶蟲變成蝴蝶嘅意思。咁呢應該呢要好欣然咁樣呢去接受呢當中嘅變化，因為呢我哋知道呢未來呢一定係比而家仲好嘅。咁大家都知道由蠶蟲變成蝴蝶，蝴蝶係好靚嘅嘢嚟嘅。咁所以中間呢都係會有一啲過程呢，可能會令到大家有啲唔係好舒服。但係其實要知道喺面前嘅將來永遠都係最好嘅意思。咁呢去到隔籬嗰張卡呢，大家會見到呢永恆啊 timeless。咁呢張卡嘅意思呢，就係講俾你聽呢一種對比同埋平衡嘅意思，即係鼓勵你呢一定要擺脫煩惱。因為頭先你都睇到啦，蠶蟲我都話俾你聽係一定會有啲辛苦先至可以蛻變成為一隻蝴蝶。咁其實佢係有一個擺脫煩惱嘅限制，叫你要宏觀啲，宇宙嘅角度呢係好闊嘅眼光嚟嘅。咁內在神聖呢都係呢提醒你呢，你嘅靈魂呢係永遠都係無限嘅，冇一個起點，亦都冇一個終點。當你生活都只係覺得用一個宏觀去睇嘅時候呢，你而家所經歷嘅只係一小部分。所以喺一個大自然嘅律動入邊呢，你會感受到其實係一個完整嚟嘅，唔係一個小小嘅碎片。所以當你如果遇到困難嘅時候，記得或者遇到煩惱嘅時候，記得要宏觀去觀察啦。跟住隔籬嗰張牌就話要
改變 transformation。其實呢一個呢係一個蛻變，亦都係一個蛻變嘅意思啦。呢3張卡都係非常之有呼應嘅。咁呢係叫我哋呢唔好抗拒而家發生嘅變化，無論喺人際關係或者事業或者生活上邊，新嘅開始呢係有新嘅篇章。咁新嘅嘢就有出現嘅時候，代表舊嘅嘢就會結束。咁所以呢，叫你鼓勵你呢要有勇氣呢去塑造自我啦，去塑造一個新嘅自我啦。蝴蝶卡就將會係呢3張卡嘅後面出現噶啦。咁所以要記得自己有嘅天賦，一定要知道自己嘅將來係非常之富有希望嘅，就係咁樣啦。要勇敢咁樣蛻變。大家好啦，抽到第3張卡牌嘅朋友你好啦。咁呢就話俾你聽呢，呢一個蝴蝶卡呢就係叫你呢乘着翅膀去飛翔，亦都係去跳舞嘅意思啦，唔使受到任何嘅限制，敞開心胸迎接新嘅視野。咁其實呢都知道呢，之前你應該係好似之前嘅第2組牌卡咁樣嘅朋友，係一個蠶蟲咁樣蛻變，變成一隻蝴蝶。咁都恭喜你而家可以成為一個蝴蝶啦。咁佢就同你講，一定要信任個過程，trust self-trust， 即係話要信任自己，要相信宇宙永遠都係支持住你，而且帶領你去走到一個最高最有益處對於你最好嘅方向。呢張卡亦都係要提醒你啦，你係一個有強化直覺嘅人，要依靠多啲自己內在嘅聲音指引自己嘅方向。咁其實你自己嘅內在而家已經變得好強大噶啦，咁所以呢，你係有能力呢去判斷前面嘅方向係點啦。咁 The Hunt 呢就係話俾你聽呢，你係要有一個必須要信任宇宙嘅同時，亦都係信任呢生命呢係非常之積極咁樣與你配合嘅。咁同時呢，你呢都係要追尋住一個好好嘅未來，係要允許結果自然咁樣展開，而且唔係需要好強求，自然宇宙就會安排俾你咁嘅意思。咁3張卡都係好共時性嘅，同時呢，你就係確認咗係行喺一個正確嘅道路上邊。咁有時或者你會覺得咦，有奇蹟添，仲比你想象中安排得更好嘅道路俾你。咁所以建議你可以放下腳步啦，慢慢去欣賞下而家所經歷嘅所有事啦，同埋即係啲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啦，同埋要與你嘅情緒去共處啦，亦都需要呢創造一個空間去聆聽你自己嘅直覺，即係要靜下心來，有時都要同自己溝通下，你就會知道你嘅將來要點樣，要擁抱住寧靜嘅心態去慢慢咁樣接受未來嘅每一個挑戰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頻道嘅話，請你哋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多謝，拜拜。